一些較常見嘅潛在併發症包括較常見嘅副作用：噁心和嘔吐、喉嚨同牙齒損傷、暈眩、視力模糊、注射藥物時嘅輕度痛楚、頭痛、痕癢。不常見但嚴重嘅併發症：吸入異物、吸入性肺炎、呼吸壓抑、氣道阻塞同缺氧、插管困難、麻醉藥知覺復蘇、中風、心臟病發。罕見嘅併發症：眼部受損、嚴重藥物不良反應、神經線受損、入侵性監測儀器嘅副作用。嚴重嘅併發症可以致命。因為麻醉藥會抑制呼吸道嘅保護反射作用，所以患者有低機會患上異物吸入同吸入性肺炎。麻醉藥會壓抑呼吸道嘅中央控制，因而產生氣道阻塞及呼吸壓抑。麻醉藥同手術過程都會
影響心血管系統，令血壓同心跳率變得不安定，因而增加中風同心臟病發作嘅機率。每位病人對麻醉藥嘅反應會有所不同，部分病人術後會昏睡或困倦，